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哈！我是张秀吉老师，也听得俺呢继续来运通，也有做书篇的也位是许继文老师，有书篇也位是沈芳如老师哈。一下俺来做37式太极拳里面的倒撵猴，也通做哈。倒撵猴其实主要的是脚要往后退，哈，脚一定要做脚。左脚、右脚，轮流往后退，而且要平行的往后退。如果退的时候呢，同时要带手的动作，人家就先来学手的动作哈，手的动作学熟了以后呢，再来学脚的动作，然后两脚配合起来，就较强壮哈。好，来起后来，两脚同样一肩宽，哈，两只脚尖朝前面，身体。立身中正，下巴略收，哈，顶头悬，头拿当过呢，像有一条悠悠的索个样啊，同俺的头带起来哈，摸那头来耶，哈，打拳一定要顶头悬，哈，好，肩膀放松，好，手呢，手主要还往前往后荡，现在我们重心先放在右脚，不用右脚，好。不用右脚，然后一个右转腰荡手出去，右转腰干汉呢，肘数往前荡，右手往后带，好，右转腰荡手，好，荡手的时候呢，你看面前的树掌心朝下，后背的树呢，掌心会略微朝上，右转腰荡手，然后回正，身体要回正干汉呢，那左边的胯脚卡，好，往内一收。一个左转，把我们身体带回来哈。所以右转腰荡手，然后回正，收左胯一收，回正的时候呢，同俺的后背要到树弯起来，弯到俺的二拱的高度，要做数呢就翻掌朝上，变正的变掌心朝上，哈，这样改摆。好，右转腰荡手，回正曲肘。就是弯曲，这个手肘慢的卡起来哟，还只是你看荡出去，就还不要塞手臂一片呢，弯起来，你看弯起来，嘟，俺的二拱一片，哈，狗图案的，不说好，右转腰荡手，回正曲肘，弯过来，然后呢移重心对右脚变成左脚了，移重心干啥呢？那右手刺出去，探，往前伸出去，探掌，左手收回来，在我们的左胯前面，好，两个手就是一个出去，一个收进来，这第一个，好，再来一个左转腰，右手往前再荡出去，右手往后荡出去，好，往前继续往前刺探出去，右手往后带。好，回正，右胯一收的时候呢，右手翻掌，变过来，左手呢弯下来，对二拱一片狗突，好，然后再慢慢的要把重心从右边移到左边的时候，右手收回来，左手探出去，第二个，好，第三个压重心第二片哈，好，右转腰。在一个我们收回来的时候，重心对右偏一，对右偏一哈。好，在一个右转腰荡手，好，回正，右手曲肘，左手翻掌，在一个移重心交换，右手探出去，往前伸出去，探出去，左手收回来，重心又回到了左手。好，也是手的变化，所以手的变化呢，你看，因为重心对右片，就左手往前荡，右手往后荡，好，然后呢重心，然后这个还没有移重心，只是转个腰，左转腰回来的时候，一个右手收回来，左手翻掌，移重心的时候呢，右手出去了，左手收回来，好，这是手的变化。好，现在我们看脚的后退步，也同样还
平行后退，也还你看按六十脚还平行步，然后脚尖对对面前面哈，好，也还按重心起到右片来，起后来，好，起后来以后呢，做脚变耸的，脚长，脚排，脚长变耸的，慢慢的拿起来，拿起来，好，轻轻的往后，很自然的退一步，退一步，看看呢，记得脚尖先点地，脚尖。先点地，然后脚跟，然后要往后坐，重心要对右片变成左偏移。而往后坐的时候呢，呢做脚个脚掌，要往外推一点点，往外推一点点，然后往下一坐。这个往后推才会变成两个脚又变成平行脚。好，没有往后推，你看，假如我们没有往后推，就会变成这样子，变成这个是外八了。好，所以往后坐的时候就推一下。脚掌哈，往外推一点，这个是第一步。好，第二步，好，刚刚退做好了，现在再往下做，再做的深一点。好，前脚松掉了，前脚跟松掉了，整个脚松掉了。好，往后先退，先退，但是重心还没有过去哦，只是退。你看还是虚的，好，还是虚的，退，脚尖先沾地，先沾的地，然后呢，往右脚做的时候呢，记得。脚跟就长，往外推一点点，好，往后一坐，脚跟往外略推，你看，坐好了耶。第二步，好，坐稳了右脚，好，左脚不用耸哎，不用耸哎，坐后来，好，往后面退一步，退一步，先退，好，然后脚跟往外一推，往后一坐。第三步了，哈，改摆哈，往后一坐，坐稳了，前面脚右脚不用耸了，不用耸了，不用耸了，好，往后退，退，脚尖先沾地，往后一沉，我们的脚跟往外一推，坐到了右脚，好收，也都是后退的平行步，哈，一下那脚退步同一速向下。的走哈，好，两个平行，重心先变到右脚来，右脚好，一个右转腰用胯，一个右转腰，把前手荡出去，右手往后荡，左手往前荡出，右手往后，好，回正，身体回正，左胯一收回来，身体回正，右手弯起来，左手翻掌。好，你看两个掌心就变相对，有没有哈？好，坐稳，从后来右脚高，左脚松掉了。好，先退左步，退一小步，脚尖先碰地上，然后要往后坐的时候，记得要往后抽个汗呢哈，那左脚做脚跟脚掌往外推一点点，退的时候，我们做的时候顺势把左手拉回来，右手。探出去，好，再一个左转腰荡手，左转腰后荡手，回正曲肘，左手弯起来，右手翻掌，好，掌心边荡勾，安内，好，再坐稳，朝后来，朝做脚，朝后来，好，右脚变虚了，虚掉了以后，先退一小步，脚尖，你看脚尖先碰地，然后往后抽个汗呢，哎呀。后坐的时候呢，记得右脚的脚掌哈，稍微的往外推一点点，同时右手竖入来，左手吹气。那第二个，好，再一个右转腰，荡手，右手荡出去，左手往前再探出去，好，然后左转腰的时候呢，右手弯回来，左手翻掌朝上，好，再坐稳，朝后来，做脚，慢慢的耸退一，好，退一步，跟他来记得脚尖先沾地，好，往后坐的时候呢，记得咯，脚跟往外推，好，一只手吹气，一只手竖入来，也就倒年后，好，你看一摆，一个重点是，那身体莫因为退就勾勾带带，慢慢起上下哈。你看脚高度都是维持一定的。好，
左转腰荡手，回正曲肘翻掌。好，坐好，左脚退，右步，脚尖先碰地。你看我的身体没有起来哦，还是一样的高度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往后一坐的时候呢，右脚跟往外推，身体往后坐，右手收回来，左手探出去。好收。也就会按呢，对于37式太极拳里面呢，倒捻喉哈。那倒捻喉最重要的是按呢脚两个脚要平行，平行一肩宽，一扑一扑按平行。手呢还弹的按呢腰的转，退步这样子，前后往前往后这样子的变化哈。记得不管用退步噶哈，无论转腰噶哈，安尼身体一天一天同样的高度不能够上上下下，好，我们来做一次缓和呼吸，来吸，吐，好，他个动音整做，其实安尼运动唔很难。接着做就熟练了，因为基本的动作呢，做好了以后，有大拳就较强松，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。好，记得咯，要较接不做哦，好，按姿势。